起欢迎南拓新歌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group from Mexico. 他们的银行叫做欧拉，我们一起来1、2、3，再一次。Welcome you to the demonstration by the Mexico team. 掌声鼓励。
加油！意思呢？这个 C 打一点，比方说他们的日历的第1天，也就是说这个团呢，他们希望他们是第1名的，让我们掌声来鼓励他们 ，Thank you。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团体，和我们是同种同文，那么到他国家不用担心走失了，因为在那边讲国语码头。新加坡原三宝，来自新加坡义乌坊舞团，掌声欢迎他们。
的巨无榜舞团。各位来宾，他们跟我们一样讲谢谢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讲谢谢，1、2、3，谢谢你们。接下来是来自印尼的舞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Pesona Indonesia Dance Crew。那么他们这舞团呢，也可以讲英文，也可以讲华文，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小姐上海啊，来麦克风交给你。
们稍微改一下，叫做阿巴卡帕还有什么？我们就阿巴卡帕来，1、2、3，阿巴卡帕，很棒，我讲。我有学一个叫做很棒的，很棒，好像有一个印尼话也叫很棒。黑爸，来，黑爸，1、2、3，黑爸。他们2位小朋友是负责飞过来举牌子的，还是会跳舞的？好，来，你跟他们讲说表演一个舞蹈动作，然后我们来帮他举牌子。我们帮他举牌子、举旗子。2个小朋友刚刚举了半个旗子哈，你们从小这样子学臂力的话，以后可以把男生举起来。OK， 来，掌声加油！后面大人急得很。来，掌声鼓励鼓励。有请。OK， 你们还是练习举牌子。来，掌声谢谢他们。小朋友还是很纯真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这个国家，其实他们是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想到他们一直生活在战乱之中，我们大家要庆幸自己。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生下到现在都没有经历过战火，在战火区来的以色列 ，It was Sayona Gas Company from Israel。
生你好，大家一起讲，Shalom， 1、2、3，我看you，Thank you。各位来看这个叫放开心来，小朋友在，让他知道快乐要发出来。虽然看很精彩，然后呢手都搓着，对身体有害健康。现在我们来一个波浪运动，从这边开始好不好？年轻人来，记得我们一起来，一路过去，然后这，更小，是呀，弟弟们都再来，现在有点气势了，我们一起挥手，同时喊后，1、2、3，谢谢人。接下来这个国家来自泰国，泰国的问候语，大家猜英文啊，来听解啊，是泰国，你看，泰国，以后我在下面，沙瓦蒂卡，来，请看哈，欢迎泰国团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Arden Culture Center Rajapal Institute, Chembri from Thailand。来，他们特别要为他的表演做个注解。那我们首先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喊他们的大家好啊，沙瓦蒂卡来，我一点了，1、2、3，大家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the chapel is recorded at all forms of Thai dance drama, and this dance is about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 Ramsa dance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modern editions. 大家好，我们这次为你带来的是朗沙恰特里舞。恰特里是泰国南部非常受欢迎的舞蹈。根据泰国的传统，恰特里是泰国正统的舞蹈。这种舞蹈是由朗沙发展而来的，那是为了符合现今的潮流，所以做了改变。接下来我们来。